菜啊！谢谢大爷让让啊！哎，谢谢呢。这么一会儿功夫，人就不见了。请香菜、大白菜、青椒菜，看一看啊！香菜，一边请。小师叔，小师叔，跑到哪里去了？这江湖人呐，想要拜入雪月城，就得闯着登天阁。想当年，老大那棍江湖老乞儿徐维，一口气闯上了10层，下了阁，讨了碗酒，提着他那根破棍子，再上登天阁，又是连上5层，上去是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乞儿，可是15层一过，就觉得他浑身都发光，别那推我呀！仙似的，你让我听完这一段就一段。打你！15层过后，那老乞儿寻了间茶铺坐着，哎，就是我身后这家，又要了一壶这磨磨蹭蹭的，你还想不想闯阁了？我这刚听到兴头上呢。哼，不就是老乞儿闯登天阁的事儿吗？连上15层，最后被枪仙以满城风雨化作一枪打下来，又不是没听过。哎呀，那倒是。不过以前咱们在青城山上听的，那叫传说；这回在这雪月城的登天阁下听的，那才叫故事呢。不懂啊！哼，装模作样！我回去就告诉师祖，你跑来雪月城闯登天阁。都说了你这小孩子不懂。哎呀，要是真的见到那个人，师傅他开心还来不及呢，岂会真的责怪我？哎，小子，我马上就要去闯登天阁了，你不说点鼓励我的话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臭着一张脸啊？哎，想什么呢？唉，我在想，走了这么多冤枉路，还差点把命丢了，就为了500两银子，要不然连本带息，我算你800两。哎，我闯阁去了啊，诸好人！登天阁，我来了。小师叔，这个红衣服的看起来也是要闯阁的呀！哼，让你早上睡懒觉，被别人抢先了不是？还不赶快跟上去！